羅馬書第5節咁講到，上帝在耶穌基督獻一個愛分釋家，當釋家係惡產道嘅方面，當釋家要上帝而獻出一個愛分釋家當然，為啲一個愛獻出那一陣子那2000年前佢來了獻，耶穌基督3月人係叫復活，加都係提嘅愛。嗱，然後人班人一個羅馬書第5第9節咁講，已經一個寶血下面是個變異人，是個標天得到永久嘅生命，標天唔係得到處罰日後，因為到上帝嘅生命死了冇是個嘅寶血下面就是個嘅罪惡嘅方面，親像就是個嘅心中你啲做一切壞嘅唔好嘅，佢親像就是個透過一個死，透過一個復活，是個一天得救，唔從呢上帝處罰，一天得救，從呢罪惡，一天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因為到上帝做了提示，會隆重認得在耶穌基督裏面，每人相信嘅得到永久嘅生命，這樣是個係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是個得到嘅恩典。阿門。